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好嘅6個國家，你睇下中國排第幾？第6名就係印度啦。印度咧就位於南亞，背靠喜馬拉雅山，其他3面咧都通向印度洋，地理位置咧非常豐富。第5名就係巴西啦。巴西咧喺南美洲有超大嘅亞馬遜河，水資源咧特別豐富，含有大片嘅亞馬遜平原同埋好多耕地。第4咧就澳大利亞啦。澳大利亞咧就世界上唯一一個佔整個大陸嘅國家，四周咧俾海洋環繞，與其他大陸咧相對隔離，擁有漫長嘅海岸線，周邊漁業資源豐富。第3名就美國啦。美國咧就位於北美洲中部，東邊咧就太平洋，西邊咧就大西洋，中間有廣闊嘅平原同埋密西西比河，土地肥沃，資源豐富。第2名咧就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啦，國土面積咧就為1709.82萬平方公里，係世界上面積最大嘅國家。俄羅斯咧地大物博，第一個佢哋嘅菜咧係自己種嘅，牛羊咧都係自己養嘅。俄羅斯沖涼咧都係用呢個多次賣斷貨嘅，比香水仲要香嘅烏木玫瑰精油香薰鹼，佢每一塊咧都係135克噶，泡沫豐富，用佢沖完涼之後咧皮膚唔會乾，而且佢清潔效果咧仲特別好，洗完之後咧成間屋都係香噴噴噶。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點個頭像，頭像下邊咧就有一個少少嘅櫥窗咧就有呢個嘢啦。